生活喺澳門，我相信大家身邊都遇過不斷賭博嘅人，唔知你會唔會有個疑問？點解佢哋輸咁多，仲要繼續？我哋希望可以用幾分鐘時間同大家一齊從生理、心理嘅角度探討下賭停唔到嘅原因。我哋都知道賭博係會有成癮嘅出現，咁啲人話自己控制唔到，其實令佢哋出現失控情況嘅係癮之中嘅脫癮症狀，就係當佢哋停止一段時間賭博行為之後，會出現焦慮、煩躁等嘅症狀。賭博就成為佢哋緩和症狀嘅手段，令佢哋每當出現唔舒服嘅感覺，就會用賭解決。脫癮係每種癮都會有嘅情況，同時亦都被證實係伏賭重要嘅影響因素。脫癮症狀會令人難以停止賭博，心理學嘅近贏效應就會令人主動繼續賭。不斷賭博嘅人會經常產生將輸嘅結果認為係差少少贏嘅扭曲思維，配合佢哋對贏錢嘅期望，好多時都會錯估賭博嘅風險同勝率，同時會令佢哋誤會可以通過不斷嘗試同練習喺賭博中提高勝算。試想像，如果你認為有朝一日贏得到，又點會喺呢一刻放棄呢？除此之外，沉沒成本亦都係令不斷賭博嘅人難以脫離嘅原因。沉沒成本會令佢哋將過去嘅損失，包括金錢、時間，都會視為投資成本，將得到回報嘅希望寄託喺未來之上。但係喺賭博入邊，當成本不斷增加，沉沒成本效應反而會令佢哋更難以脫離，同時會令佢哋認為堅持總會有回報，而進一步低估繼續賭博嘅風險。我哋舉咗幾個例子，希望大家可以從更多嘅角度了解不斷賭博嘅人士，人嘅行為都冇想象中簡單，當然仲有好多其他例子可以討論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了解受賭博所困擾嘅親友可能會出現嘅情況。